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，我係靜怡。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時政評論員夏言發表喺大紀元嘅文章。港交所前總裁李小加認為，過去嘅經濟發展虧欠咗幾億農民，償還呢筆欠債就係中國嘅未來。但係從中共中央嘅三農政策，仲有加強版嘅楓橋經驗維穩手段嚟睇，農民嘅苦難、農村嘅凋敝、農業嘅衰退都係中共幾十年暴政嘅惡果。李小加10月2號喺新加坡舉行嘅米爾肯研究院亞洲峰會一場對話會上表示，中共俾農民好低嘅土地補償，用比其他國家低好多嘅成本，達到咗城市化同埋工業化。幾億農民工投身城市建設，攞到嘅微薄工資只係佢哋應該得到嘅少少一部分。呢兩樣再加上巨大嘅環境破壞同埋對存戶資金周轉嘅限制，咁呢4樣嘢呢，就係其他國家都好難匹敵嘅條件，取得咗好犀利嘅龐大經濟體嘅現代化同埋城市化進程。李小加質疑過去30年到40年，中國經濟創造嘅財富所有權係一個關鍵問題，究竟掌握喺邊個手上？佢推測大概50%嘅財富可能係由政府掌控，另外有20%可能屬於城市人口，大概10%係涉及官僚體系中嘅唔透明部分或者係腐敗部分。經濟發展虧欠咗幾億農民，償還呢筆欠債就係中國嘅未來。不過，從中共中央嘅三農政策文件同埋加強版嘅楓橋經驗維穩手段嚟睇，中共仍然係掌握住中國民眾創造嘅絕大部分財富嘅同時，持續嘅對百姓，特別係對農民進行壓榨。中共為咗向外界表示佢對三農問題嘅重視，中共中央喺每年發表嘅第一份文件都同三農有關，即係農民、農村、農業呢3個方面。今年嘅中央1號文件係喺新冷戰背景下，當局提出6個重大任務，楓橋經驗被單獨列為一項。文件聲稱要喺舊年嘅基礎上加深農村改革同埋科技創新，目標係要達到鄉村全面振興同埋中國式現代化。不過，所謂嘅中國式現代化，其實係建立喺犧牲農民利益、掠奪農村資源基礎上嘅畸形發展。文件提出嘅6大任務：增強糧食供應保障能力，鞏固拓展脫貧改革戰略，壯大縣域富民產業，推動鄉村建設，健全鄉村治理體系，以及健全要素保障同埋改良配備體制機制。呢啲目標聽起嚟宏大美好，仔細研究一下，不過係空洞嘅口號同埋冇辦法兌現嘅大話。以增強糧食保障能力為例，中共呢幾年反覆強調糧食安全，但係就對農田荒廢、農民流失視而不見。中共而家推崇集約化經營，試圖以更少嘅人力種植更多嘅糧食，就係忽視農村人口老化同埋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嘅事實。話呢種政策就係現代化，其實係對農民嘅進一步壓榨同埋拋棄。文件聲稱要保護耕地面積，實際上大量農田被房地產開發侵佔，農民失去咗土地之後，被迫流入城市，成為廉價勞動力。雖然官方聲稱糧食產量年年增加，但係中國糧食入口量就真係年年增加，尤其係黃豆。2024年黃豆入口量達到創紀錄嘅1億500萬噸，佔入口總量嘅66%，咁就暴露咗中共農業政策嘅失敗，亦揭示出佢對國際市場嘅嚴重依賴。中國本土農產品價格竟然係長期高於國際市場，比如農業、工業同埋畜牧業都需要嘅粟米。最新數據顯示，中國國內市場價格每噸人民幣2168元，係國際市場價格嘅1.83倍。呢種價格倒掛並冇因為入口糧食嘅增加而得到緩和，咁就反而凸顯咗中共保護政策嘅無能同埋低效。高昂嘅生產成本、政府補貼、貿易壁壘同埋低效嘅產業結構係問題嘅根源。不過，中共嘅做法就係將個鑊飛到外部環境嗰度，想咁樣就可以隱瞞佢政策嘅失誤。
2025年中央1號文件第24項單獨列出堅持同埋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，呢個提法令人不寒而慄。楓橋經驗源於1963年浙江寧波朱祁縣楓橋區，係一種帶有濃厚文革色彩嘅基層管理模式。佢嘅核心係通過煽動群眾進行大批判嚟改造所謂嘅階級敵人。楓橋經驗係文革嘅試點，佢嘅升級版大批鬥就係用嚟煽動暴力嘅工具。而家中共表面上稱係為咗健全鄉村治理體系，實質係加強對基層嘅鐵腕控制，防範因為經濟衰退引發嘅民怨爆發。而家中國經濟陷入危機，政府財政赤字飆升，今年會達到人民幣56,600億元，而地方政府債務危機越來越嚴重。8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攀升到5.3%。16到24歲嘅青少年失業率更加係高達18.9%。喺呢種背景下，民怨沸騰已成必然。中共花費超過軍費嘅維穩開支，試圖通過監控鎮壓平息不滿。呢個係中國經濟衰退、社會矛盾激化嘅縮影。從2022年底清零防疫政策結束之後，中國經濟復甦步履艱難，就業市場萎縮，幾百萬大學畢業生揾唔到工，底層民眾生活無望。中共就依然沉迷喺楓橋經驗，妄圖用文革嗰一套老規矩打壓新時代嘅憤怒。而且中共宣揚嘅共同富裕早已經成為笑話，貧富差距嘅急劇擴大，堅尼係數可能已經超過0.6，顯示出社會不平等已經達到危險水平。農村地區尤為慘淡。2024年度農民平均年可支配收入僅僅係人民幣23,000蚊，唔到城市居民嘅1/3。低收入嘅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,410蚊。中共所謂嘅脫貧改革戰略只係統計數據上嘅粉飾，幾千萬農村人口仍然掙扎喺貧困邊緣上。從更加宏觀嘅角度嚟睇，中共嘅農業政策其實就係佢統治危機下嘅又一次拙劣表現。農民嘅苦難、農村嘅凋敝、農業嘅衰退，都係中共幾十年暴政嘅惡果。中國人民需要嘅唔係共產主義嘅虛假承諾，而係真正嘅自由同埋尊嚴。農民嘅呼聲唔應該被高壓政策淹沒，民族嘅未來唔應該被獨裁政權綁架。正如李小加所言，中共應該還債啦。本次嘅新視覺聽新聞就到呢度，請記得訂閱點讚。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嘅Patreon，請大家多多支持。